怎么办？虽然他刚刚想要打劫我，但这毕竟是一条人命。不管了，事情送去，为了救你的命，得罪了。好特殊的感觉，此人的体内怎么会有如此炽热磅礴的灵力？竟然提升到了先天5品，这功法果然厉害。青云门的令牌，他竟然是青云门的人。登徒子占了我的便宜，想拍拍屁股就走人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我也太倒霉了吧！我不仅没有抢到東西，还被那个坏蛋占了便宜，我还怎么见人呀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身上的火毒居然解开了！八门遁甲，第1门，开门，开！成功了！八门遁甲，果然威力惊人。秦凡。你一个杂役，鬼鬼祟祟的站在测试石前，想要做什么？我看这废物呀，是被咱们打傻了，想在这测试石上大显身手，让咱们对他刮目相看呢。我跟你講過，只要你還留在蘇家，見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兄弟們，給我廢了他那雙手！哼！住手！你们在幹什麼？大小姐，你可算來了！秦帆這小子他瘋了，他霸佔院子，不讓我們修煉，我們好言相勸，不但不聽，還突然暴起，對我們拳腳相加。就是，這小子還說什麼他是大小姐的人，說我們都不敢把他怎麼樣。大小姐，你看我這胳膊就是被他打傷的，還請大小姐為我們做主。好大的膽子，區區一個雜役，竟敢在蘇家如此傷人，簡直不把蘇家的規矩放在眼裡。大小姐，不是這樣的，我連碰都沒有碰到他，是他自己裝的。夠了，秦帆，直到現在你還死不悔改。你可知道，這宋天都可是此次參加青雲門測試的核心弟子，你打傷了他，若是影響他參加測試，你擔待得起嗎？所以蘇大小姐的意思是，哪怕明明知道錯的人是他，只因為我是一個沒有靈根的廢物，就活該被人隨意辱罵、肆意踐踏，就連反抗的資格都沒有嗎？哼，宋師兄年紀輕輕就能達到先天6品，那可是咱們蘇府未來的支柱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也配跟宋師兄比？秦帆，我正要找你。哼，這是你昨天送來的桂花糕，還有那個手鐲，是我18歲生辰那天你送給我的，現在全部還你。哼。當時我收下這些，不過是看你可憐，
希望你以後不要再自作多情。你我，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。秦凡，大小姐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还有这个，谢謝你這一段時間對我的照顧。你受傷了？沒事的，在碼頭搬貨的時候不小心擦傷了。哎，小姐，你還是太善良了，就這麼個破玩意兒，還保留到現在。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身份，也配給大小姐送東西？送這麼寒酸的東西出來，丟不丟人？小子，你笑什麼？我笑，這玉鐲碎得好。這玉鐲碎得好。秦凡，你這是瘋了嗎？秦凡，還不趕緊跪下，給宋天都磕頭道歉！道歉？不錯，看在你這些年為蘇家做了些雜活的份上，我可以最後給你一次機會。那還真是多謝大小姐。我秦凡雖然出身低微，但也有着自己的骨氣和尊嚴，讓我給這種人道歉，還真是痴心妄想。秦凡，你個白眼狼，你可別忘了當初是誰收留了你？你竟然敢這麼和大小姐說話？不錯，之前是蘇府收留了我，這些恩情我銘記於心，所以我時刻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從未敢有過任何非分之想。可結果換來的卻是你們變本加厲的羞辱。放肆！秦凡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在此胡言亂語頂撞主子！你當蘇家是什麼地方？由得你胡來不成？既然蘇府不把我當人看，從今日起，我秦凡與蘇府恩斷義絕，再無瓜葛。這些靈石扣還蘇府這些年對我的恩情。這麼多靈石7天後，青雲門的測試，我會讓你們所有人為今日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。青雲門測試就憑你？蘇大小姐，告辭了。小姐，你看他，隨他去吧。這是怎麼回事？這不知道，剛剛還是好好的。此人竟然只用一拳便擊裂了測試石，修為怕是達到6品以上。不可能，整個平安城除了天都和大小姐你以外，不可能有6品以上的高手。難道是秦凡？不，怎麼可能？算了，或許只是這幾天打雷，不小心被劈到了。怎麼樣？放心吧，你有信心嗎？希望他能進。好，我可是勢在必得。哎，快看，那就是青雲門的掌門蒼松道人，還有那石女峰的孟長老，青雲門100年以來第一天才。怎麼是他？他竟然是青雲門的長老。本座宣布，青雲門10年一度的考核測試現在開始。測試共分為2輪，第一輪為修為測試。想要加入我青雲門，修為必須達到先天5品以上。你們依次上前，將手掌按在石柱上。
光柱越高，便代表你们体内的灵力越强。唐家唐雪依，先天5品，合格。唐家主，恭喜啊！苏家主您客气了，雪依自幼刻苦修炼，如今能有这般成绩，也算不负他多年苦功啊。修为还不错，资质马马虎虎吧。苏家宋天都，先天6品，合格。这个还不错，资质和修为还算是上佳。苏家苏柔柔见过孟长老。柔柔仰慕孟长老已久，这些年来一直将孟长老视为心中楷模，日夜以孟长老为榜样，刻苦修炼，只盼有朝一日能得到孟长老的几分真传。根骨清奇，气运不凡，是个修仙的好苗子。不错，苏柔柔先天9品，你的修为是在场所有测试者当中最高的一个。此女周身灵运流转，一看便是灵根之体，看来此次测試的第1名出現了。是啊，不愧是平安城第一天才，其他人與之相比，如螢火之於皓月，黯淡無光啊。没意思，怎麼就遇到他了？看來今天只能先撤了。他怎麼會在這裡？公子怎麼剛來就要走？難道是做賊心虛，怕人發現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孟長老，何出此言呀？我呀是恰好路過此處。既然來了，就上去玩一玩。秦凡，這裡是青雲門考核現場，你個被蘇家逐出去的廢物，上來湊什麼熱鬧？趕緊給我滾下去！我也是平安城的人，年齡也合適，憑什麼我不能參加？秦凡，大家都知道你天生沒有靈根，無法修煉，趕緊下去，這裡不是你能來的地方。蘇家主，你的人真是好大的膽子！一個沒有靈根的雜役，竟然也敢跑到這測試的場地來撒野，還真是絲毫不把這青雲門的規矩放在眼裡。此人已經脫離蘇府，已經與蘇家再無半點瓜葛。來人啊，把他給我打出去，莫要耽誤第2輪測試。住手！是我讓他上來的，怎麼？你們有意見？不敢。孟師妹，怎麼回事？掌門師兄，還漏了一個人。不要耽誤時間，讓他速速測試。機會給你了，要是你沒有通過測試，我會以擾亂考核的罪名來懲罰，把你丟入後山。據說那裡一到晚上，就會有成群的妖獸出沒，吃人連骨頭都不脫。我說什麼來着？他就是個廢物，非要上去證明自己，可真是丟人現眼。臭小子，看你怎麼收場。秦凡，你現在下去還來得及，我可以替你求情，免去對你的責罰。既然我站在了這兒，
就絕不會輕易放棄。你們看，怎麼可能？這靈力波動，太恐怖了！這怎麼可能？孟長老，這法寶是不是壞了？秦凡他只是個沒有靈根的廢物，怎麼可能？五品，可是這靈力波动怎麼會這麼強？掌门師兄，依你看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此子看上去平平无奇，看来应該是法寶出了問題。秦凡，先天五品，合格。啊，這小子怎麼會？原來他竟然偷偷的練到了五品。家主不必气餒，他秦凡定是走了什麼狗屎運，沒什麼了不起的。他一個雜役，就算是修到了先天五品又如何？沒有高深的功法輔助，他依舊是個廢物。沒錯，第二場就是實戰測試，看我怎麼教訓他。你好，我叫唐雪依。在下秦凡。下面開始第二輪實戰測試。蘇家蘇柔柔，請賜教。好！平安城第一天骄果然名不虛傳。不錯，此女的實戰能力果然也是冠絕全場啊！家主，這次咱蘇家的2個名額算是十拿9穩了。那是自然。秦凡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宋天多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準備要找你。秦凡，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這麼着急的入青雲門，不就是為了更方便的接近大小姐嗎？我勸你啊，還是別痴心妄想的好。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輕啊！算了，我也懶得跟你做這無意義的口舌之爭。你我之間的恩怨，今日便做個了斷。看來你還不清楚5品與6品之間的差距。別說是你，就連青雲門的那些頂級天才都難以做到跨越品級而戰勝對手。秦凡，你修行不易，我勸你還是早點認輸吧。你要是肯低頭認錯，我蘇府可以給你安排一個教頭的職位，這可不是誰都有的機會。你該清楚自己的斤兩，莫要再執迷不悟。執迷不悟，可笑！在你蘇柔柔眼裡，我秦凡永遠是一隻螻蟻。可你可知，螻蟻亦有撼天之志。今日我便要這平安城眾人知曉，所謂的武道鴻溝，不過是我登頂路上的墊腳石。這小子終究還是太年輕了，等下看你怎麼被揍得屁滾尿流。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是啊，先天5品要想戰勝先天6品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好啊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看我3招之內把你打成死狗一樣。天都，少跟他廢話，直接出手宰了他！只要拿下這一場，我蘇家的2個名額就穩了。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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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，剛剛不是囂張至極，怎麼現在像條喪家之犬一樣，趴在地上起不來？別急，剛剛只是熱身。死到臨頭了，還這麼嘴硬。5品和6品之間，在常人眼裡，也許是無法逾越的鴻溝，但在我秦凡眼中，不過是一層可以輕易捅破的薄紙。
這小子到底想幹什麼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八门遁甲，星辰，下汉乾坤，这是装腔作势。天罡剑，破！第一门，开！这怎么可能？秦凡居然打败了宋天都！秦师兄，你太厉害了！这到底是什么功法，竟有如此威力？宋天都，你可否還記着之前是如何欺辱我的？秦凡，求你了，不要放過我，放過我！不要啊！今日我便廢了你的手腳，讓你以後無法再罪惡。住手！秦凡，你既已在這場爭鬥中勝出，便當懷有仁善之心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收手吧。哦，他當時欺辱我、打壓我之時，怎麼沒見你說一句公道話？如今他敗給我，你倒是跳出來護着他。我再說一次，宋天都是我蘇府的人，你不能動他。那如果我偏要動他，放肆！小子，不要以為你打敗了一個先天6品就可以肆無忌憚。這裡是青雲山，容不得你亂來。長老何意？就因為他是蘇家的人。沒錯。雖然你小子天賦勉強能夠入眼，但是跟蘇柔柔比起來，差了10萬8千里了。老夫已經決定收蘇柔柔為關門弟子。哼，未來他必將是本門的核心弟子，而蘇家從今往後也將得到青雲門的庇佑。蘇柔柔拜見師尊。不必多禮，今後就是自家人了。恭喜家主！金長老乃是戒律堂的首座，在青雲門僅次於掌門蒼松道人。大小姐能拜在他的門下，未來的前途不可限量。是啊，以後咱們蘇家在江湖上的地位肯定能更上一層樓，說不定以後還能成為修仙大族。秦凡，你聽到了沒有？蘇家有金長老庇護，你敢動我一下試試？就算你僥倖贏了我一回，又能怎樣？廢物，終究是廢物！秦凡，收手吧，莫要因為一時的衝動而毀了自己的前程。前程？我秦凡的前程從來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。今日我必廢了此人，誰來也不管用。實在是太狂妄了！金長老，你可要替我蘇家做主啊！小子，找死！爹，咱們要不要幫幫他？少管閒事。老夫廢了你！師妹，你什麼意思？師兄，為了一個蘇家的異姓弟子，犯得着生這麼大的氣嗎？此子目無法紀，毀壞我們青雲門的門規，若不嚴懲，我青雲門顏面何在？都是年輕人，血氣方剛，私下有些仇恨也很正常。這宋天都，我倒是有所耳聞，他仗着蘇家之勢，在平安城內橫行。秦凡今日不過是一時激憤，出手重了些，可若因此廢了他的修為，實在有失公允。師妹，你到底什麼意思？
没什麼意思，我只想告訴你，秦凡，我孟紫薇保了。这小子凭什么保呀？孟长老怎麼會突然出面力保秦凡？難道他們之前認識？秦凡天賦出眾，我決定收他做我的首席弟子。什麼？不，這怎麼可能？孟長老怎麼會收秦凡做他弟子？傳聞孟長老獨來獨往，從不收徒。本周不知道有多少弟子都想拜在他的門下，結果都被他拒絕了。師妹，你當真？我孟紫薇認定的事情，無人可以更改。你夠了！身為青雲門長老，竟為一點小事爭執，成何體統？掌門師兄，不必再說了。孟師妹說的對，為了一個廢物出頭，實在不是什麼明智之舉。掌門，秦凡當眾辱我蘇家，此仇我非報不可。秦凡，你看此事該如何了結？3個月後，便是6年一度的3派會武，屆時各派高手雲集，精英匯集，咱們就在那擂台上比一比。若是我輸了，任憑你處置；若是你輸了，當着所有人的面跪下，給我磕頭認錯。哼，就憑你，哼，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還是太衝動了。五品和9品之間足足差了4個境界，怎麼可能在短短3個月內完成跨越？好，我答應你，3個月後咱們光明正大再比一場，生死無怨。好，屆時本座將會為你們2人見證。此事一定，便不可反悔生事。違者按門規嚴懲不貸。事已至此，老夫就讓你再多活3個月。本座宣布，此次青雲門內部考核正式結束。最終通過考核的弟子分別是蘇柔柔、秦凡，以及唐雪依。學長真棒，應該如此啊！3個月後的3派會武，對我青雲門來說是至關重要的。此次會武不僅是各派弟子之間的技藝決鬥，也關乎到我們青雲門在修仙界的地位以及榮譽。我希望你們在最近一段時間加緊修煉，屆時在會武中為門派爭奪榮光。謹遵掌門教誨。站住！你要去哪裡啊？剛拜入我神女峰門下，就想開溜不成？師尊，師尊，哎呀，您這說的是哪裡話？弟子剛才見眾人散去，想着呀，收拾一下自己的行囊也好啊，盡快適應神女峰的生活，絕無開溜之意啊。哦，油嘴滑舌。還愣着幹什麼？快來！把衣服給脫了。你
想幹什麼？我可是正人君子啊，你可別亂來。你想什麼呢？我是讓你進去修煉。疼。修煉？這可是我辛辛苦苦找來的10幾種靈草，放入這浴盆之中。這些靈草可是我費了好大的功夫，從各種危險的地方採來的，就是能讓你能在短時間內提升修為。想不到他為了我如此盡心盡力。哎，你可別想歪了。你現在可是我孟紫薇的弟子，3個月之後，你若是輸了給我丟人，我可饒不了你。好充沛的药力啊！那是自然。为了採摘這些靈草，我可是殺了一隻6階的妖獸呢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多的药力，你居然一下子就吸收了？你是水牛吗？多謝師尊，我突破了！這麼快就突破了？你小子是哪裡來的怪胎啊？可惜了，3個月時間太短了，要不然以這小子的修煉速度，說不定還真有一絲勝算。師傅，這麼多的靈草挺浪費的，要不你也下來泡泡吧？你要是再敢調戲師尊，我就把你扔進後山的妖獸林，讓你和那些兇猛的妖獸來個親密接觸。還有，之前在平安城交換那件事情，你沒有和其他人說吧？師尊放心，徒兒一個字也不會告訴別人。那就好。若是被其他人知道了，為師就讓你嘗嘗我的厲害。在神女峰附近有一處洞府，這3個月你就在那裡修煉吧。等3派大會之前，你就待在那裡，哪裡也不許去。那師尊你呢？為了不讓你丟為師的臉，我會再出去一趟，為你找一些能夠提升修為的靈草仙藥和法寶秘籍。這株九幽幻龍草乃是靈草之王，服下之後可以使我的體質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。我蟄伏了這麼久啊，就是為了此刻。小子，你的體質原本就不弱，只要你再服下這一株九幽幻龍草，你便可修為傳說中的無垢之體。無垢之體？不錯，此體一旦修成，不僅可以水火不避、萬毒不侵，同時修煉的速度也將變得一日千里。師妹，聽說這3派會武中來了不少高手，我們這師兄弟就指望您能帶我們在這會武中揚眉吐氣呢。3派會武我志在必得，第1名我拿定了。那是自然，蘇師姐本就是先天9品，如今又習得了金長老的太虛神功，靈丹之下已是無敵的存在。我們和江師兄都以蘇師姐馬首是瞻。哼，那個叫錢凡的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與蘇師姐定下什麼3月之約，簡直是以卵擊石，自取其辱。這是2位師弟，
你们对此次3派会武怎么看呢？听说神火教出了一名天才弟子，年纪轻轻便突破到了灵丹境，此次会武怕是形势不妙啊。穆兄不必多虑，我已让柔柔服用了金元丹，不出意外的话，3个月之后必定踏入灵丹境。到时候同境界之内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此女天赋确实非常出众，除非有圣体出现，否则……这是圣体觉醒才有的天地异象啊！难不成我们情缘没有弟子觉醒了圣体？这是师妹，那道光是无名山峰发出来的。不可能，天元门内怎么可能会有人引动天象？难不成有人突破到洞虚境了？走，去看看。成功了！无拘无束，浑然天成。原来这就是无垢之体，果然神奇。秦凡，是你？秦凡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苏柔柔，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3月之期尚未到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哼，你小子少在这装模作样，我们是来拜访前辈的。奇怪，前辈人呢？前辈，我怎么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？晚辈苏柔柔，无意间看到前辈引发的天地异象，心中倍感钦佩，故才闖入此地，无意冒犯，还望前辈恕罪，还望前辈恕罪。难道前辈已经走了？可是我们刚刚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什么人。这位前辈修为高深莫測，也许是故意不想让我们看到。我想你们是搞錯了，這裡沒有其他人，就只有我一人。哼，那你是想說剛剛的異象是你引發的了？區先天5品的普通弟子，也敢冒充我們清源門的前輩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秦凡，沒想到你竟變得如此愛慕虛榮，真是可悲。3月之期馬上就要到了，屆時我定不會手下留情，還希望你不要害怕逃跑。放心，我一定準時赴約。哼，小子，乖乖把脖子洗乾淨，死吧！哼。出來吧。秦師兄，我不是故意要偷聽的，只是剛才你為何不向他們解釋？你都聽到了。秦師兄你太低調了，若是換做我，一定要好好給他們一點教訓看看。等到3派會武那天，我自然會證明一切。現在說這些沒意義的，沒必要。好吧。對了，秦師兄，我這次來呢，是給你帶吃食來的，是我最喜歡吃的紫玉糕，我排了半日隊才買到的，你快嘗嘗。好吃嗎？謝謝師妹。怎麼還沒來？是不是不趕一下呀？不過這次大會誰會把他頭籌啊？哎呀，我看就是跑了。是剛入門快看吧，那就是金長老的關門弟子蘇柔柔。聽說就在昨天，他成功突破靈丹境。什麼？靈丹境？居然這麼快就突破了？哼！3月期限已到，怎麼沒見秦凡那小子？這還用說嗎？
那小子一定是聽聞了蘇師姐成功突破了靈丹境，嚇得直接魂飛魄散，直接逃跑了。你們不要胡說，秦師兄才不是那樣的人呢，他一定會來的。等他來了，一定要你們好看。区区一個新入門的弟子，你敢在我面前撒野，找死！啊！哼！弟子蘇柔柔見過師父、掌門，還有2位長老。不錯，短短3個月的時間，便從先天9品突破至靈丹境。如此天賦，即便是放眼整個修仙界，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呀。以柔柔的天賦，此次3派會武必能拔得头筹啊！哎，本座记得3個月之前有一個叫秦凡的，與他定下了比武之約，怎麼今天沒見人呢？我看吶，怕是那小子呀，8成不敢來了。秦凡絕對不是那種貪生怕死之人，他正在閉關修煉，他絕對是不會食言的。但願如此吧。原本秦凡的修為便和蘇柔柔相差甚大，如今他要突破到靈丹境，秦凡怕是連他一招都抵擋不住。诸位，6年1度的3派會武現在開始。參加本次會武的是青雲門神火教以及萬劍宗3派的年輕弟子。作為獎勵，本次會武獲勝之人將會獲得上品靈劍1把，並且有資格進入無極秘境修煉1個月。無極秘境，無極秘境可是每隔6年才出現一次，裡面的天地靈氣異常充沛，是外界100倍。傳說在裡面修煉1個月，相當於在外界修煉10年。這麼厲害？哼，那是當然。想當初，孟長老就是上屆的3派會武第1名，進入無極秘境之後，從靈丹境第1重升到了靈丹境第5重。蘇師妹，提前恭喜你了。就神火殿和萬劍宗這些土雞瓦狗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對手。說得对，蘇師姐實力超凡，定能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。你們青雲門也太狂傲了，裴師兄的修為同樣是靈丹境，此次會武一定會橫掃你們青雲門，讓你們看看誰才是真正的武道強者。我看你們青雲门的弟子真是1年不如1年。我看再這麼下去，你們青雲門併入我們神火教得了啊！裴老怪，少在那陰陽怪氣的。你有靈丹境的弟子，老夫也有。青雲門弟子江林淵，神火教裴萬鈞，此人便是神火教第1天才，靈丹境高手裴萬鈞。好，怎么樣？我神火教的弟子還算爭氣吧？別高興得太早，比賽才剛剛開始。青雲門蘇柔柔，你就是蘇柔柔，來得正好，一會兒打敗了你，我就是3派會武的第1了。雖然我們都是靈丹境第1重，但我已經修成了太虛劍氣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。哦，是嗎？好一手長虹貫日啊！怎麼會這樣？裴師兄竟然敗了！我早就說了，蘇師妹是青雲門的定海神針，此等風采不遜於孟長老當年。兒子，父親，此女年紀輕輕，竟然掌握如此可怕的劍法，未來前途無量啊！我神火教敗了。
恭喜青云门出了一个不世奇才，看来此次3派会武第1名已然揭晓。不错，小子，短短3个月时间，你竟从先天的5品修炼到先天的9品，这等速度，即使放到上古年间呢，也是极为罕见。以我目前的实力，灵丹境3重以下皆非我敌手。今日便是3月之期，苏柔柔，我来了。老朽宣布，青云门唐雪一前来挑战。唐雪一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就凭你，还想挑战苏师门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现在下去还来得及。苏柔柔，我知你實力強勁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唐雪一也絕不會退縮半步。你是在給秦凡拖延時間？秦師兄他一定會來赴約的，他答應過的事就一定會做到。秦凡的修為只有先天境，來了也是送死。只是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難道你喜歡那個廢物？秦師兄才不是廢物，他的實力深不可測，只是你們沒有看到罷了。原本我不想殺你，但你如此冥頑不靈，已經觸碰到了我的底線。這一劍，我不會留手。此女雖然修為不高，但勇氣可嘉呀。孟師妹，比武已經結束了，你那個叫秦凡的弟子怎麼還沒來？看來這次你是真的看走眼了。秦凡啊，秦凡，你千萬不要來！以蘇柔柔目前的修為，要真動起手，你必死無疑。秦凡這個廢物，果然要當縮頭烏龜。既然沒人上台繼續挑戰，老朽宣布，本次會武第1名是……且慢！3月之期已到，秦凡前來赴約。秦師兄，他還是來了。哼，這廢物竟然真的來了，難道他不怕死嗎？秦師兄。你沒事吧？沒事，秦師兄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的。先去休息。蘇柔柔，都是同門，你下手竟如此狠辣。在這修仙世界，實力才是王道，弱者就只能任人欺凌。秦凡，你有這閒心，還是擔心你自己吧。師尊，弟子來晚了。既然來了，便放手一搏。放心，為師會站在你身後，護你周全。多謝師尊。但這是弟子與蘇柔柔的私人恩怨，理應由弟子來解決。秦凡，我說過，今日只要你敢來，我定不會手下留情。無論你這3個月如何廢寢忘食的苦修，在我眼中不過螻蟻。蘇柔柔，你太目中無人了。今日這一戰，我就讓你知道什麼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這是先天9品。什麼？上次見面，本座記得他才是個先天5品呢，沒想到短短的3個月，他就突破至了先天9品。這等速度的修煉，哎呀，這乃是天縱奇才呀！可惜了，先天9品和靈丹境1重，雖然只差了1個境界，但在實戰能力上卻有着雲泥之別。這可不是什麼法寶或者功法可以彌補的。先天9品又如何？哼，我蘇師妹只需要輕輕動動手指，就能捏死。哦，是嗎？這江陵淵的修為可是先天9品呢，竟然被他一擊秒殺。這小子短短3個月時間，竟成長到如此地步，不愧我一片苦心。秦凡，
你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这小子怎么可能拥有先天圣体呀？自欲伤损，凡尘不染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垢之体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那天引发天地异象的人是你？苏柔柔，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你一个天才，你的天赋确實很出众，但這並不能成為你欺壓他人尊嚴的理由。你只是我蘇府的一個家奴，還輪不到你來教訓我。蘇師們，別跟他廢話，立即斬了他！這是太虛神功第3層。柔柔天賦驚人，已經修煉到了太虛神功的第3層虛靈幻殺之境。即便那小子擁有先天聖體，在如此凌厲的攻勢下，也必將成為劍下亡魂吶！小心！秦凡，可惜了，一個門派無法容下2個天才呀！早知如此，本座當初就應該阻止這場爭鬥。不可能的，他不會這麼輕易就死的。啊！八門遁甲第3門，生門開！啊！不，這不可能！贏了！太好了，贏了！我想起來了，這是中州秦家祖傳的絕學八門遁甲。八門遁甲？怎麼可能？秦家不是已經被滅門了嗎？掌門師兄，你說的莫非是曾經的中州4大家族之一的秦家？正是，想不到秦家尚有血脈遺存，而且還拜入了我們青雲門。我輸了，我竟然輸了！不可能，先天9品竟然打敗了靈丹境，我不是在做夢嗎？你不是敗給了我，而是敗給了自己的傲慢。秦凡，你不用跟我講這些大道理，輸了就是輸了。秦凡，願賭服輸。之前是我小瞧了你，但你不要得意。我蘇柔柔雖然一時落敗，但絕不會就此一蹶不振。待我下次出關，咱們再一決勝負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金師兄，怎麼樣？你的弟子輸了。一場勝負而已，代表不了什麼。仙路漫漫，誰能笑到最後還尚未可知。哼！沒想到啊，此次3派會武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。老朽宣布，本次會武第1名乃是青雲門弟子秦凡。孟師妹，恭喜了，你收了一個好徒弟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他定能名震修仙界。諸位，6年後的3派會武，咱們再見，告辭。哎，小子，這是第1名的獎勵，一把上品靈劍和無極秘境的鑰匙。無極秘境每6年開啟一次，它隱匿於一處隱秘之處，唯有這把特制的鑰匙方能開啟入口。你進入之後，只能待1個月的時間，時間一到，必須及時出來。若逾期未出，便會被秘境的規則之力困於其中，只能到下一次開啟。弟子明白。秦師兄，恭喜你！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做到的。
幽冥殿開鬼門張，世間機緣皆無常，乾坤易亂黃泉力，萬道沉淪我為王。是幽冥殿的人，他們怎麼來了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杀了我的父母。秦师兄，不自量力！此人修为至少在东虚境以上。高宗子，交出青云珠，本座可以饶你个不死。青云珠乃是我青云门派的镇派宝物，岂能轻易拱手让人？你个老东西，你找死啊你！当今修仙界，还没人敢与我们店主大人这样说话。阁下莫非就是幽冥殿店主明帝？既然知道是本座，还不速速将青云珠交出！我要等本座大開殺戒，届時你們一個人都活不了。我青雲門與你們幽冥殿向來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們為何咄咄逼人，要強行搶我鎮派之寶？少廢話！本座給你們1個月的時間考慮，1個月後我會派人來取青雲珠。若你們膽敢拒絕，本座將你們青雲山夷為平地。找死！师尊，不愧為東周第一天才，看來你距離東虛境已經不遠了。秦凡是我的弟子，你若是敢動他，我就算付出性命的代價，也要讓你們幽冥殿付出代價。哼！看在你們孟家的面子上，今天本座就放這小子一馬。若是他再敢挑釁本座，本座必定殺了他。秦凡，想給你父母報仇，就必須聽我的。記住，本座只給你們1個月的時間。通知所有人，1個月以後準備應戰。是。師尊，你剛才的話是什麼意思？幽冥殿是中州實力最強的一個宗門，不光是明帝，就連其座下的4大邪君都有靈丹境巔峰的修為。若是你真的要報仇，以你的實力遠遠不夠。滅族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你讓我如何等？無極秘境之內，靈氣充沛，且蘊藏着無數機緣。這段時間內，你就在那裡好好修煉。等你修為強大了，才有資格去報仇。沒錯，秦師兄，這些人太可怕了，你可千萬不要衝動。我明白了。秦凡，將你手中的鑰匙嵌入到塔內，無極秘境將會開啟。無極秘境乃是一處小型世界，裡面蘊藏無數機緣的同時，也危機四伏，處處暗藏殺機，稍有不慎便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。你要記住，進去之後千萬不要亂跑，時間一到就立刻回來。我走了，1個月後見。秦師兄，你一定要準時回來，我等你。孟師妹，你不必太過於擔心。我看這小子意志比較堅定，心性呢也比較沉穩。只要他能夠平安地從秘境中歸來，今後他的力量將是無窮盡的。但願如此。這裡便是無極秘境。小的，這無極秘境
乃是上古時期一位仙人以无上的神通開闢出來的小世界，這裡自成一方天地。這裡靈氣極其充沛，生活在這裡的妖獸至少都是6階以上。6階？那豈不是能一口把我吃掉？我如今的修為，還是不要到處亂跑的好。對，得找一處安全的地方，平穩地度過這1個月。这里的天地灵气果然充沛，按照这个速度，最多10天，我便能突破灵丹境，開啟赤血龍瞳的第2層。什麼人？公子救我！你是什麼人？是誰在追你？我乃神水宮的聖女岳靈軒，此次進入無極秘境，乃是為了尋些機緣提升實力。誰知竟被那幽冥殿的聖子盯上了。中州3大勢力之一神水宮，原來除了我，還有其他州的弟子也進來了。乖乖交出地圖，本公子可以饒你不死。此人的修為在靈丹境第3重左右，貿然與其交手，怕是難以占到上風。月姑娘，我看到你了，趕緊出來吧！我楚無忌要的只是你手中的地圖，只要你乖乖的交出來，本公子絕對不會傷害你的。敬酒不吃吃罰酒！哼！公子，今日之事多謝了。对了，還未請教公子尊姓大名，師承何派？我叫秦凡，來自東州的青雲門。青雲門，倒是聽師尊提起過。今日這事兒，軒兒記下了。他日公子來中州，軒兒定能好好款待，以報今日之恩。軒兒姑娘客氣了，就是不知剛才那人為何追你，還有他口中的地圖又是何物？剛剛那人叫楚無忌，乃是中州出了名的惡徒，為人心狠手辣，不擇手段。他之所以盯上我，乃是為了此物。這地圖是我偶然所得，裡面記載了一個藏寶點，據說是開闢此方天地的仙人所留下。楚無忌就是為了此物才追殺我的。你是說，這上面記載了仙人所留下來的寶物？正是。秦師兄今日救了軒兒，軒兒願與秦師兄共享這份地圖。我也想看看這仙人留下來的寶物究竟長什麼樣。奇怪，明明就是這兒，為何什麼都沒有？別急，再仔細看一下地圖。這地圖上火焰標記的位置，應該就是解開此處機關的關鍵。這是秦師兄，我們成功了！看來我猜的沒錯，這火焰果然就是解開此處機關的關鍵。秦師兄，那個好像是天逆丹。天逆丹？真是個白痴。岳師妹，你這演技越來越精湛了。行了，先看看這小子身上有什麼吧。
切，原来是个穷鬼。从东周那贫瘠之地出来的人，身上也搜不出什么好东西。加上他，正好凑够4个。这二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为何要凑齐4个人？岳灵轩，你乃是堂堂神水宫的圣女，竟然跟幽冥殿的储无忌狼狽为奸！你如此行事，不怕被神水宫逐出师门吗？我确實是神水宮的聖女，可是這裡是無極秘境，你們就是死在這兒，也不會有任何人懷疑，又有誰知道是我做的呢？我呸！有本事明刀明槍的來比一場，背後偷襲算什麼本事？哼，要不是怕引來妖獸，你們幾個廢物能是本公子的對手？兩位師兄，何必跟他們浪費口舌？你們動手吧，師父一定會替我們報仇的。要不是這秘法需要獻祭1、2、3、4名修士，本公子還真捨不得殺了你。楚忌，士可殺不可辱，拿走你的髒手！既然你們那麼着急，哼，本公子就好好的送你們上路。你確定那門秘法真的能找到那東西？我這4靈黃泉訣可以探尋方圓100里之內所有靈力的波動，就算那東西藏得再深，也逃不過我的感知。只不過這秘法每次使用都需要殺1、2、3、4名修士，着實有些麻煩。還好有這4個白痴自動送上門來當這秘法的祭品，也不枉費我花時間製造了那個假的天逆丹。原來如此，他們打的竟是這個主意。別廢話，要殺便殺！你們這對狗男女，不得好死！臭小子，壞我好事！你居然沒事？如此拙劣的手段，當真以為我會上你們的當？你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現的？從一開始和你見到起，我便懷疑你。你一個靈丹境的修士，怎麼會找我一個先天境的修士求援？還有，那張地圖也是破綻百出，明顯是有人故意設局。秦凡，你果然聰明，怪不得師父讓我進來後先殺了你。哦，你認識我？本公子奉命來到無極秘境，不僅要找到當年的寶物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，就是將你們這些正派的精英弟子全都斬盡殺絕，一個不留。果然是幽冥殿的作風。可惜了，在這無極秘境裡，聰明可救不了你的命。你別以為識破我的詭計就能全身而退，只不過讓你們死得明白些罷了。不錯，你個下等宗門的貨色，也敢在我二人面前逞能？我二人皆是靈丹境的修為，捏死你就像捏死一隻螞蟻。哦，是嗎？道友，你不是他二人的對手，快走，不然就來不及了。不錯，你出去後，去中州的白羽山莊找我們的師傅黃龍道君，就說我們被幽冥殿的楚無忌和神水宮的岳靈軒給害了，讓我們師傅替我們報仇。想跑沒那麼容易，快走！公子快跑，我們替你攔住他們。就憑你們幾個廢物也想攔住我，自不量力！小子，該你了。八門遁甲，第3門，生門開。
是不是眼睛花了？他竟然把灵丹境第3重的储物技打飞了！储物技不是中州赫赫有名的天才吗？他怎么竟然连这一招都接不住？此人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恐怕整个中州都得炸锅。小子，你是不是隐瞒了修为？本公子怎么可能会败给一个东州来的？我正要去找你们幽冥殿报仇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今日是你们2人的末日。等等，你难道不想知道我们在找什么吗？啊？你愿意告诉我？告诉你也无妨。其實之前我並沒有騙你，這個地方確實有先人留下來的寶物。你若殺了我2人，你這輩子都別想得到的。道友，不要聽他胡說，趕緊殺了他們！沒錯，這位師兄，此女詭計多端，她不會把寶物的下落告訴你的。秦師兄，薰兒向來慕強，咱們完全可以合作，沒有必要拼個你死我活的。不僅如此，薰兒還會把自己交給師兄，以後薰兒就是師兄的人了。師兄想做什麼都可以。這番話說的倒是挺動聽，可惜秦風不吃這套。找死！陣他！陣！陣他！陣！少白費力氣了。這座封天塔是我幽冥殿的至寶，蘊含着上古封印之力，豈是你們幾個就能破開的？這竟然是幽冥殿6大魔寶之一的封天塔！洞虛境之下，斷不能有人強行突破此結界。你們幾個就乖乖等死吧！完了，我們出不去了。過不了多久，這個無極秘境就會關閉，你們就等着慢慢在這兒困死一輩子。只可惜沒能親手殺了這幾個，還是找寶物要緊，就讓他們在這裡慢慢等死吧。怎麼辦？這裡連水和食物都沒有，我們撐不了多久的。事到如今，別無他法，大家都各自靜下心來修煉吧，沒準會有人來救我們的。好。難道是幽冥殿的人來了？快去通知掌門！走。这里是我家。凡兒慢點兒。好，大爹。爹，娘。凡兒，你為什麼不替我們報仇？凡兒，你難道看着我們死不瞑目嗎？凡兒，爹娘死得好慘，你為什麼不替我們報仇？你這個懦夫，你不是我們的凡兒。不是的，小子，這不是真的，這是你的心魔。你要清醒過來，用你的意志戰勝他。這是假的，都是幻覺。破！先天九重終破鹼，瑞光一現耀玄黃，真元化液凝靈丹，周天星辰盡歸藏。成功了！我終於突破到了靈丹境。小子，
還好你及時化解心魔，不然你這身修為怕是廢了。刚剛多謝前輩及時提醒，不然可真就是後果不堪設想。你的體質太過於強大，以致你無法突破這靈丹期，比起常人更加困難。好在你道心足夠穩固，再加上此地靈氣充沛，這才助你化險為夷。前輩，現在我已經達到了靈丹境第1重，是不是可以開啟赤血龍瞳的第2重能力了？不錯，催動你的雙眼試試。這是赤血龙瞳的第2重能力，名為夺灵。此術一經施展，便可探寻方圆1000里之內所有靈力的波動。這不就是儲物技的4靈黃泉诀？不，這比他那门秘法還要強。不僅如此，你還可以将所有的法寶收納到瞳孔世界，无视法寶自身的防禦禁制，將敵人的法寶為自己所用。真的？那我豈不是可以將儲物技的封天塔收入瞳中？那我們就可以出去了。爸！掌门，幽冥殿的人来了。终于到这一天了。诸位，幽冥殿狼子野性，多年来在修仙界兴风作浪，杀人无数。近日，他们妄图夺我青云门至宝青云珠，此等行径，天地难容。今日便是我青云门与这邪魔外道决一死战之时。若是有膽小怕死者，現在便可離去，老夫絕不阻攔。掌門，這幽冥殿實力強大，弟子認為與其硬碰硬，實在不是什麼明智之舉。要不然我們假意投降，將這青雲珠交出去，等到他們放鬆警惕，再將其奪回。是啊，掌門，孟長老如今正在閉關，衝擊洞虛境，以咱們目前的實力，與幽冥殿對抗，恐怕會損失慘重，甚至有滅門之危。好，青雲門弟子向來以鐵天行道為己任，縱使戰至最後一兵一卒，也絕不可以做這苟且偷生之事。你二人竟如此的怯懦！掌門說的對，我青雲門弟子豈會是貪生怕死之輩？眾弟子聽令，在！隨我一同殺出去！是。苍松老儿，我们来取青云珠了，还不趕緊給我滾出來！哼，魔教賊子，既然來了，就別想活着出去。哼，聽你的意思是不想把青雲珠交出來了？青雲珠乃是本門至寶，豈會交於你們這些魔教手中？吾等就算是一死，也要與你們血戰到底。冥帝大人心懷仁慈，給了你們1個月的時間考慮。既然你們如此不識抬舉，那今日就莫怪本君心狠手辣。蒼松老頭，你青雲門氣數已盡，不要做無謂的掙扎，乖乖的受死，還能留個全屍。有賊，看劍！動手，一個不留，殺！可惡！通道已經開啟，我們要是不抓緊出去，就要被困死在這兒。難道我們真的出不去了嗎？我來。開！這是封天塔，看我打碎這玩意兒！住手！秦兄，
只要把这東西弄壞，咱們就可以出去了。切莫衝動，此物乃先天靈寶，想損毀可沒那麼容易。那怎麼辦？只有一個辦法，那就是將它給收了。秦兄，你別開玩笑了，此塔已經認主，強行收取會引發你們的禁制之力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收！這怎麼可能？封天塔竟然動了，這不是幽冥殿的6大至寶之一嗎？怎麼會這樣？成功了！學姐消失了，太好了！秦兄，這你是怎麼做到的？奇怪，封天塔呢？封天塔在這兒。小的，只要將你的精血滴上去，這件法寶便徹底歸你了。恭喜秦兄，喜獲一件先天法寶。怎麼，你們想要夺寶？他既然突破灵丹境了，此人天賦异高，如今又獲得了如此法寶，中州的年輕一代怕是很少有人能夠與他爭鋒了。秦兄，你們要誤會，若不是你，我們此刻還要被困在這裡。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，我趙飛豈會做出奪寶這等忘恩負義之事？沒錯，這封天塔雖為寶物，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有一絲覬覦之心的。秦師兄，恭喜你啊！秦兄，這次多虧有你出手相助，若不是你，我們恐怕離不開這個鬼地方。客氣了。秦師兄，我們要走了，等你到中州，一定要來白羽山莊找我們，到時候我們就把酒言歡。好，我記住了。時間不早了，你們趕緊出去吧。秦兄，你不走？我還有一些私事要處理，你們不用管，你們先出去吧。那好，那我們先走。秦兄，切記，這通道馬上就要關閉，你一定要趁早趕回來。諸位，就此別過。告辭。這筆賬是時候算一算。找了這麼久，終於找到了。這就是天逆丹。沒錯，聽說服用此丹藥，不但可以暴漲修為，將來突破到仙人境的幾率也會大大提升。早就知道你会出手搶奪，還好我提前有防備。我在進入無極秘境之前，就在神水宮點了魂燈。你若殺了我，神水宮不會放過你。少在這裡嚇唬我！幽冥殿何時懼怕過你們神水宮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是你？你不是被我封天塔給困住了？怎麼會？封天塔？你是說這個東西？你竟然收了我的封天塔！你是怎麼做到的？廢話少說，把天逆丹交出來，我可以讓你們這對的痛快些。楚兄，現在不是內鬥的時候，我們先一起聯手把這小子殺了。哼，想要這個，來拿呀！哼，臭小子，之前是本公子大意了，才會敗在你的手上。今天就讓你知道幽冥殿的厲害。八門遁甲，開！你竟然突破到了靈丹境！你竟然突破到了靈丹境！我與你們幽冥殿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殺了你以救父母，在天之靈。
饒命！若你不杀我，萱儿愿意效忠于你，成为你最忠实的奴仆。你的话我可不敢再相信，还是留着地府说去吧。我可以立血誓，若我违背，必遭天谴，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接下来可能要去中州报仇，多一个助力总归是好的。即便此女不可相信，但是血誓约束，谅她也不敢轻易造死。好吧，那我就最后相信你一次。多謝公子。我岳灵轩以天地为证，心血为誓，从此以后效忠于秦凡公子。若有二心，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等我到了中州，自然会联系你。是。小子，你还真是胆大！这天逆丹乃是出了名的猛药，必須分批服食，你就這麼直接吞下了？你怎麼不早說？還好你有無垢之體，要不然剛剛就直接爆體死了。要关闭了，我必須馬上出去。秦师兄，你要是能晚点出来，那就晚点出来吧，咱们可能要是再见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敢跟我们幽冥殿抗衡？识相点，赶紧交出青云珠！要杀就杀，少废话！哼，嘴还挺硬，现在我就杀了你，看你那个嘴还硬不硬了！呀！不要，都住手！好，都给我住手！是孟长老，他成功突破了。都给我住手！想要拿青云珠，先过我这关。不过是刚突破的一个小丫头，凭你一人之力，能抵抗住我们幽冥殿這麼多高手嗎？幽冥殿作惡多端，誰人得而誅之？今日便以我手中之劍斬擊你們這群邪魔，讓天下人皆知正道之威不可犯！找死！不愧是孟長老，太厲害了！孟师妹是天纵奇才，14歲先天9品，20歲便達到了靈丹境的巔峰，至今沒有。這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不過是個孟家的庶出，竟然能修煉到如此境界。孟紫薇，念在你是孟家人，今日我二人可以放你一馬。只要你交出青雲珠，我二人即刻離開。那可惜，我不打算放過你們。你當真以為我們二人打不過你嗎？修仙一途，比的可不只有修為。這是幽冥殿的6大法寶之一，鎮魂旗。這是幽冥殿的6大法寶之一，鎮魂旗。掌門，什麼是鎮魂旗？修仙界的法寶分為6個品級，分別是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極品，還有先天，最後就是神品。
鎮魂旗是幽冥殿的先天级法宝，传说此旗一经展開，就可以壓制對方的修為，令對方體內靈力瞬間凝滯。即便是你有再大的本事，也無能為力。那怎麼辦？原來幽冥殿是有備而來。王子威，收手就擒吧！还没人能在镇魂旗下坚持10個回合。小剑气！你竟然在镇魂旗的影響之下，還能爆發出如此強勁的劍氣，我倒小瞧你了呀！能夠逼我使出此物，你足以自傲。這又是一個先天級的法寶——血蟒珠！这是血蟒珠，不錯。此珠乃是以千年血蟒之精血為引，再輔以九幽冥火，淬煉749日而成。那千年血蟒本就生性殘暴，吞噬無數生靈，體內怨氣衝天，死後的精血更是蘊含着無盡的兇殺。王紫薇，再來事兒！原本我們還想給你留條活路，沒想到你自找此路，那就別怪我們對你不客氣了。你們幽冥殿真是下了好大的血本，對付我們青雲門，竟然拿出了2件先天法寶。對了，還有一件事，忘了告訴你，你那個徒弟叫做秦凡的，他現在已經在地下等着與你團聚了。你什麼意思？冥帝大人已經派聖子進入了無極秘境，你那個寶貝徒弟，此刻恐怕已經是聖子手下的亡魂了，死的透透的了。不可能，聖子可是灵丹境第3重修為，更何況他手中還有先天法寶封天塔，就憑你那個廢物徒弟，怎麼可能是他的對手？秦凡死了？我不相信，秦師兄那麼厲害，他一定有辦法化險為夷的。我殺了你們！没想到我的修为境一下子暴涨了這麼多，即便是洞虛境，我也有信心與之一戰。青雲門，我回來了。時間差不多了，該送你上路了。就憑你們2個與本座交手，簡直不自量力！再給我5年時間，我必殺你！可惜你們沒有這個機會了。本座現在就送你們3個下去見那個叫秦凡的小子！這動靜，難道是有人從裡面出來了？是秦師兄，秦師兄沒死。不可能，他怎麼能活着從這裡面出來呢？秦凡，幽冥殿的老賊，你們竟然真的敢來！不過也好，省得我一個個的去找你們算賬。既然來了，你們今日就別想活着離開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氣！秦凡，你不是他們的對手，趁現在來得及，趕緊走。是啊，秦師兄，你不用管我們，等你修為有成，將來再替我們報仇。小子，你聽到了沒有？他們都勸你逃命呢，你從無極境裡逃出來又能怎麼樣呢？哼，不過是苟延殘喘罷了。是嗎？你們那個什麼狗屁聖子也在我面前說過同樣的話，不過他現在已經是一具屍體了。不可能，聖子實力強大，就憑你連給他提鞋都不配，少在這裡胡說八道！小子，你以為你胡編了幾句，本座就能相信你嗎？那你們可認得此物？這是封天塔！你小子真是殺了聖子！
小子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杀了我们幽冥殿的圣子！今日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这是灵丹境第6重，前方竟然能够独占2名幽冥殿长老。镇魂器，血蟒蛛，破！秦师兄，小子，我承认你有点本事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可惜秦帆虽然修为大进，但这2个人的法宝实在太强了，我们根本毫无胜算。这难道真是天要亡我青云门吗？小子，别着急，本座这就送你上路。10年了，为了这一天，我足足等了10年。今日就让你们这些狗贼血债血偿。8门遁甲，第6门景门开！这就是秦家的8门遁甲。赢了！血蟒蛛，小心！我的血蟒蛛，我的血蟒蛛！我见鬼了！小子，你到底修了什么邪术？当年你们杀我父母之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什么？你爹是秦云亭？小子，就算是杀了我又如何？在明帝大人面前，你只不过是一个随时能被碾死的蝼蚁罢了。忘了告诉你了，你爹你娘，他们至今还被囚禁在万魂幡里，日日夜夜受折磨，那滋味，你这一辈子都无法体会。死！众弟子听令，把他们全部留下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是。我们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！秦凡，你做到了。今天要是没有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，我的仇还没报。我要去中州，灭了幽冥殿。爹，娘，孩儿没用，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能为你们报仇。秦凡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以你的实力，在年轻一辈中已经难逢敌手。师尊，我决定了，下一步我要去中州。中州是中原大陆中最强的一个州，那里高手无数，但同时也危机重重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师尊，莫非你是有什么安排？中州的势力虽然很多，但其中最强的还是4大家族以及6大门派。4大家族，6大门派。不错，4大家族是孟家、姬家、慕容家、夏侯家；6大门派是除了幽冥殿之外的紫霄阁、白羽山莊、陰司宗以及長春會。要想對付幽冥殿，必須拉攏其他4方勢力，聯合起來才有勝算。孟家，我若是沒猜錯的話，師尊，你應該是來自孟家的弟子吧？我乃孟家庶出，多年前因為我爹逼婚，一氣之下離家出走。
還到了東周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也是時候回去了。师尊，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回娘家？你想什么呢？别以为你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，就可以做孟家女婿。不是，师尊，弟子不敢高攀。真没出息。师尊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好修炼，等你突破到了洞虚境，便和我回家向我提亲。提亲？师尊，呸！喂，等等我！